湾俗语摕来谈，深色趣味是有内涵。欢迎收看《报道歌丁》，我是林显元。台湾俗语是咱祖先伫这个土地生活体验所产生的智慧。报道歌丁就要用俗语带乡亲，咱做伙来去看咱台湾人的故事甲文化。俗语伫咧讲，食果子拜树头，食米饭就爱拜田头。有影呢，咱台湾人吼，对于咱食的物件，啊，甲咱的这片土地吼，会当算讲对以早到今吼，大家拢真捌感恩呐。所以咱今仔日要介绍的这个仪式吼，真特别哦，叫做安良下土。这个仪式吼，表现呢，嘛是咱对于这个土地的尊重甲感谢，重点是感恩哦。所以啊，咱今麦先来看一段 VCR。台湾人注重地理风水，尤其是尊敬掌管地方安宁的良神。安良一开始要来取良水，所以讲咱爱去找清气的水源，转来甲咱的体中，来接取这个良命，互咱的良神壮旺气命延长。除了用净水净净的代表迎良神以外，安良下土嘛是感谢良神的方式之一。这只用米做的米粮，就是伫咧安良下土仪式内底上悬的敬意。米粮就类似咱新春的开工，所以讲我来取家伙要来开工，或者米粮啊会当入神。因为这良神拄靠，所以咱会用到咱的法鼓，伫咧良神的耳孔边甲敲24通。第一，敲精神；第二啊，好请这24山的粮拢到位咯。这个仪式拢好以后，互粮入体，同时啊讲好话，希望参与的人士会当平安顺遂，所期如意。精神作恶，有应认定哦。桃姜柳青啊，要来赶这无好无清气，而且歹谈，会当离开咱这个家庭，咱这个庙宇。无好物件拢请走以后啊，咱就是会当进这鸡娘，同时嘛进这人丁，互咱人丁壮旺，愈来愈发展。仪式要结束之前，法师会摕压火为铁壶来压刷，甲规个环境拢静静好好。最后，把这白虎神送出外方去，莫过来危害到这家的这地主，就是让咱良心兴旺，事事顺利。咱台湾人啊，一向对这个土地吼嘛，真尊敬，有敬畏甲尊敬啦。真侪民俗仪式吼嘛，是表达着讲咱台湾人对土地的感恩甲感谢。所以咱今仔日呢，要甲各位介绍的，就是一种足特别的方式，这叫做安良下土。邀请到咱台中天一堂的黄义智老师来甲咱介绍咱台湾道教的仪式安良下土。黄老师你好。你好，主持人你好，以及报道歌顶所有观众朋友，大家好。这是一个道教的科仪嘛，是。但是你会当甲咱简单解说就讲这个什么叫做安良下土。好，无问题。传统的仪式内底，咱的认识就是讲，咱的土地啊有五土良神安住伫这个所在。那么如果咱若伫咧动工的时阵，一定会去至少会去妨害到、伤害到五土良神。是。所以咱伫咧正式仪式，咱动工进行爱有一个仪式，就是讲我要爱来动工请咱这土家神煞以及这五土良神暂时离开这个所在，唔好叫咱伤到。因为这咱伫咧动工至少机械伫叮当啦，人员接触有可能去甲伊伤到，所以这是一个礼貌。那么当咱这建筑物完成以后，咱就需要再一次的来用真合理的方式办着一个仪式，来招请着咱五方五土良神转来安坐安定伫这土地之上，来继续庇佑咱以后伫遮进出平安，诸事顺利，事事顺利。所以总共一句就是讲尊重啦，尊重、尊敬啦，感恩啊，尼啦。但是吼，咱讲这个
安龙嘛，对不？啊，这个龙咱就看无啊啦，因为龙这款动物还是一款神啊，拢是敢若讲印象中咱拢敢若熟悉伊的形体，但是无看讲伊实际是形貌是啥物款，啊，无怪啦。这仪式中间吼，都要有这个真正的龙的形象出现，啊，就用这个，听讲有一个用米都去拜，或者米龙。啊对，自古以来啊，会使讲无人去看到龙，伊是正形体是啥物形体啦。但是因为经过大家的想象也好，还是献景也好，经过咱的这个画家伊的笔画的笔尖的这个画法，形成着像目前大家会当接受迄个龙的迄个体。啊，所以讲，咱就用这个方式尽量改表现出来，讲互大家看到，哦，伊就是龙，啊，毋是讲我家己自创的，讲啊，你讲龙，啊，即讲你讲龙就龙，嘛是感觉怪怪的吼。啊，所以讲咱才会去画迄个形。那么用米的原因是安尼，因为五穀啦，咱人吼是食五穀大的，那么五穀之首就是米啦。是，所以讲米是上方便。也是咱常常去使用物件，所以讲咱会用米来堆成摆成这个龙的形，来举行这个科仪仪式，会当互咱来甲这个安龙的仪式来甲圆满。所以为什么伊会去用米龙的原因，是用米的原因是安尼。第二啊，要用米的原因是因为你看咱的这个米啊，伊的写法。拄九宫八卦，这拄八个所在方位，伊拢规拢占满。那么这占满拄符合着咱的八卦的这个形体。所以讲啊，你看咱有当时啊，咱若讲厝题，有当老师会教咱讲哦，啊，咱若厝诶想要甲净刷，咱当用盐、米，人做伙以后，这个山珍海味啊，就同齐甲这刷起来甲气度，所以米在。民俗用上，伊还佫有一个压刷、气刷的这个作用，所以是这个原因是安尼来导的。无你用红豆嘛会当做啊，对，吼用高粱嘛会当做啊，用迄个小米嘛会当做，用盐嘛会当做，用沙嘛会当做。哦，只是讲因为咱希望讲这个粮安完以后，咱物尽其用。那么这个米啊，用好以后，咱头啊佫甲伊分互所有的这信众。摕倒去厝会当食，食着平安。伊嘛有一个真实体物件，讲啊，就是因为我有食着这个龙米，所以讲我身体拢勇行平安顺遂，佮食百里欢欢喜喜过日子。这就伊的含义是伫这所在啊。老师，你安尼讲，我完全了解。就是讲，咱吼，这个物件吼，你运用的时阵啊，佫会当早登去保食平安呐，吼而且米吼是真重要的一款作物嘛。对于咱人来讲，食五穀10年嘛，所以讲，这个米本身吼，伊嘛有一个吉祥啊，吼，这个祈福的这个功能啦，吼。啊，老师你有讲到啊，有影是有人用其他的物件落去做嘛？有。做起来效果敢共款？共款。有影吗？共款。哦，这阮拢捌摆过，这五色里，我就用着无共款的材质啦。是哦。这个黄色的，我就来用这个小米，伊就圆黄色的嘛。是。那么若青龙，我来用这个糙米。是。糙米伊拄脱壳的时候，伊拄青青安尼啦。是。红色龙。我就用红豆摆啊，是哦，同款嘛是有这做法啦。是啊，敢有啥物规定讲啥物款的场合吧，或者有啥物场所，伊都要用无共款色的量啊？敢有这个规定？基本上来讲啊，除非有真特殊的一个做法啦，无一般的来讲拢是用白米来摆啦，袂去摆讲其他的这色水量。除非还佫有一个状况，就是讲当下我要摆这尾量的时阵，在迄个所在找无这道具，是找无到这米。我只要用现地就地找这器材，我就甲摆落去啊。像我进前去这个大陆吼，陕西黄帝陵啦吼，黄帝，伊迄个所在咱去摆米粮的时阵啊，拄开始是还是真正找无米，为什么你知无？因为啊，黄河以北啊。伊食麦啊，西北边啦，伊无丢啊啦，系无丢啊，拢全麦啊。迄当阵真无简单去找到米啦，因为吼，毕竟用米伊摆起来会更较顺啦吼，所以迄当阵那个要求，无本来嘛准备要落去用这麦啊落去摆啊，所以讲伊当就地取材，迄是无要紧的。是，迄个以教才要紧。啊，若要讲到这，尤其是这个米粮，我真有兴趣，因为吼，咱老师真厉害，有做过全世界上大尾的一尾米粮哦，所以讲呢，咱
先休一下喘，咱连面来听老师吼，我甲伊问讲伊到底这甲啥人学的啦，吼，咱遮强啦。啊，另外就是讲这个全世界上大的美容哦，到底有偌大只？咱先休一下喘，啉一嘴仔茶，连面咱再来请老师来继续甲咱分享哦。报道高阿丁，内容足丰富，有地理，有历史，嘛有人文甲故事。咱若是知愈多，捌愈深，对咱台湾就会听入心。2014年，黄义治法师看到台湾一直发生天灾人祸，希望要做一只世界上大尾的美容，替无平安的台湾祈福。当初是阮黄老师甲林老师甲我讲，要画这个吉尼斯世界纪录，要来摆这个美容的活动。啊，想着讲，遮尔大的任务，唔知有法度完成无？可是嘛是爱去克服这个困难。爱克服就是咱的天气啦。艰苦就是摆到3更半暝，逐个腰酸背痛。啊，尤其佫艰苦是暗时啊，遐佫无电花，就是低头灯，啊，逐个拢安尼摆。团队克服天气甲地形的困难，经过7天的时间，使用8万公斤的米，总算完成世界上大尾的美容，嘛得到金氏世界纪录、世界上大美丽拼图的认证。就是咱已经完成的时阵，逐个拢是欢喜心，真正目屎用要流落来。无法度用言语来形容的啦，就敢若是咱得到金马奖、是金钟奖共款迄种兴奋的心情。咱摆美容真正是爱有足大的毅力甲耐心。这团队精神拢是逐个拢无咧分你甲我，吼，逐个拢互相斗相甲的。人讲有志者事竟成，这句话用叠加真正是足贴切的。哇，咱看到这尾零的有影是这个世界纪录吼，啊，这个总冠呢啊，老师啊，啊你当初吼，你是想哪会去想到讲啊去破这个金氏世界纪录吼，啊而且吼这个量我看，有量身啊、量个头啊、角啊，吼等等这物件，啊你是安怎去用的啦？啊就是讲吼开偌济时间，啊当初你是啥有这个想法？这个讲到这个金氏世界纪录哦，这伊的原来是安尼。这2014年的时阵啊，拄迄年咱有发生着平湖的空难，哦，一直甲咱的都佫无几工尔，佫发生着咱高雄的气爆，吼啊，所以迄当时啊，人心大概真起伏啦，吼啊，咱宗教界嘛，真侪人讲去想着讲啊，我要安怎会当为着咱台湾这百姓啊尽一分的心力，那么阮若过来做这个仪式。啊，只是锦上添花，哦啊，可能迄个意义较袂遐尔强烈啦吼。啊，后来啦，阮就去请示着这个玉皇大帝啦。玉皇大帝讲，哎，这个祈福的仪式一定爱做，但是啊，会当用阮的专长来做这个项目。啊，阮就去想着啊，这土地袂安宁的情形之下，咱就来甲安良祈福嘛，毋是社土哦吼，是安良，安良祈福。咱就要，咱就是招这五土良神，这身上来庇佑，来保护咱的台湾这块土地，互伊莫阁受到伤大的这伤害。啊，去找到这个啊宗教界的一寡单位，以及咱地方的这个人士啊，咱这个企业家啊，同时来进行这件代志。那么，阮伫咧做的过程内底，阮就去想啊，这尾量如果若是按照原底这个大势来做啊，伊无一个真大、真响头的迄个感觉，吼，无都互大家去注意起啊。所以，阮就去想着讲啊，无咱来看是毋是来申请金氏世界纪录啊。所以，阮就去迄个金氏世界纪录这个组织去问，结果啊，发现着讲，伫咧搁较早之前，就有一个韩国的团队啊，用米去摆成100度，嘛摆甲真大呢啦。哇，这大身，伊当时是伊的大小是1656平方米啦，哦，平方米安尼啦。我想哇，啊，当这阮若要来甲破啊，就爱比较大呢，才会去找着啊，伫个八卦山啊下边有一块风水宝地，啊，伫个遐啊，经过这个玉皇大天尊的同意，跋3个杯，讲伊要甲阮斗资源，好有形无形共同进行，所以阮甲举办着，甲做这个活动，这由来是安尼啦。
伫这内底同时嘛，还去克服真侪技术上的问题。是什么技术上的问题？就是讲这尾量啊，咱以往伫咧摆时，咱拢有用到一寡器材啊，比如讲量角啦、量眼啦，或者拢会用米以外这物件去甲放伫顶悬。是，但是今世世界纪录来讲，伊要求讲，哦，恁这幅图内底。绝对袂使有任何甲米无相关的物件放伫顶悬，所以当时阮的设计来讲，就是用这个双量啊，好一杯台湾。是，当时阮的图腾就是安尼吼，这个米量列为世界纪录，当时嘛咱吼，互咱的文化会当伫世界吼。全世界拢知影讲有这个物件，啊，所以讲这个量来讲，基本上伊是由天地山川。河海河皮内底所有上用、上粗用、上珍贵的这新秀来甲组合起来，这个量来讲，伊是酷稀脆，是，加啦真大。过来，伊是属于西片狮子鼻，吼，啊西嘛是属于地上真英明一个对。那么伊是属于鹿角，哦，伊鹿角看起来嘛足粗样的啊，哦，过来伊是属于。大龙虾迄个虾子的眼睛，眼睛是凸在外面嘛，吼，亮黑目，所以你看起来你会感觉讲伊的这个视眼吼，目睭是足清、足锐利的。那么伊的这个脚的鸟啊是红鸟，这嘛是真新鲜的这动物啊，这新秀。所以良心啊就是抓心啊，那么。伊的鳞片就是鱼卵，就是由这新鲜的这动物新秀来个构成，所以伊才造成伊变成讲伊是真珍贵的一个新秀，是这个意思吧？啊，这你拢是安怎学来的哈？这讲来话头长啊，当时啊，我是对这个命理较有兴趣啊，但是发现一个问题，我命理咧解说时，我无法度替人解决，嘿后来我一个机缘去拄着我的老师阮先呢，会甲我教这个道法，讲咱就是拄着这，咱就安怎讲处理。这中间我去看到一个项目，有拜米量这个科目了。尤其我看到这个米量以后，我对伊说有产生一种感情，我足想要去遐摸呢。是，这就是这个缘由来。那么第一届去看到这个米量的时阵啦，这拜过程我都毋捌拜过呢，但是我手足痒，我足想要去遐叮当的。但是。咱讲是来了菜鸟啊，我嘛无法度去叮当，所以讲迄天我就要求阮老师、阮先咧讲，老师啊，你借我一个所在，爱会后你拢莫插我，你摆看卖，我家摆看卖啊安尼啦吼。阮老师嘛真笑我呢，伊讲好啊，你试看卖啊，因为你笑，哪有可能的代志，从来毋捌摆过嘛。因就等候我就开始落摆，咱讲是啊，我吃足苦头。因为迄个米啊，伫咧捏的过程，咱唔知伊的性是真歹去啊捏起啊。是，但是我嘛真坚强，我嘛真巴结，我一定要甲伊做。我开几暗的时间，我后来有做出一个大概的形体出来，无真成，但上无我已经对这个米的性质啊，我已经知影。伊的性质对啊，我就靠法度去控制这个米啊，是，就类似这个画家有法度控制伊的笔尖，我用我的手去控制这个米粒，是这意思尔。所以讲，你的老师看到了后，就来跟我讲，这个有栽情，会当栽培。有可能是安尼。可能是安尼。啊，即马咧目前吼，你的迄个教育咧传承咧教学生啊？传承有，但是咱讲是啊，即摆目前的传承无好传承，为什么？因为学这个工课是真辛苦的一件代志。过来现部人吼，讲较迄个讲伊的眼光的想法，较无看足长远的。有这种人存在，但是毕竟少数，大家拢想讲，因为我今日加会当趁钱上好啊，要搁去咧遐，可能较无迄个心思啊。所以讲，我嘛慢慢咧找，到目前为止有找到，但是还无真济。我嘛希望讲会当搁找搁较济。优质之师，尤其咱少年人会当来传承这一个真好的一个民俗仪式。当时这安良社土内底啊，咱都有讲过啊，就是希望讲咱会当甲咱的大自然形成一个平衡，共同共存共赢，是这个理念尔，唔是讲咱要来讲吓惊，迄就无意义啊。所以希望讲现代少年人会当深入了解这个意义以后啊，会当来加入这个行列。我嘛
有机会我来亲人相授，总教我紧。是啊，咱今仔日吼嘛真有福气啦吼，因为呢，咱老师伫遮吼，就是会晓真会晓做这个排量啊，这个吼科技吼。我若是讲吼，咱既然吼伫现场，我通常拢是安尼，我拢交面配。那人来到现场吼，机卡这个物件，我绝对袂帮恁刷。所以既然吼，我伫遮甲大家请一下法啊吼，就是讲吼，麻烦老师吼，你甲阮摆一尾啊看卖。看讲，会当甲阮摆者啊，上这福气吼，来送互咱大家安尼，会当，互咱来试看啦。我嘛真希望讲会当摆甲规尾啦吼，但是因为时间甲场地关系吼，我摆一两个较特殊的局部啦吼，互大家看着讲，甚至恁男女恁嘛会当落去摸这个米，去试迄个米色，就当知影讲我拄仔你讲的这个物件，这米是安那算起来敢嘛真趣味。是，我等于研究者，我下暗我就关伫咧厝内，我家己先拜拜，啊，明仔载老师来甲我鉴定者。看我会当会当做你的师啊无？无问题，无问题，无问题。OK，那就麻烦老师来甲阮分一下福气。有影有福呢，咱今仔日吼，特别来请老师吼来甲咱先摆一下良药。这有影这分量吼，拢爱小是经验爱赞吼。爱赞者，爱赞者。照我家己本身的这个体材、手势方便性，会当做出我家想要爱迄个图案，安尼就使。无一定。无一定讲爱有啥物款的迄个啥物曲线还是啥物吼？无，重点就是这个图形爱甲完成。对。一般来讲哦，有的人讲哦，叫五料金龙啦吼。有这五料金龙这个名词，拢是大部分拢是按这个武侠小说造来的这个名词啦吼，五料金龙啦吼。但是伊的含义确实有这个含义存在啦吼。那么为啥会讲有五料甲四料的问题？实际上，迄代表就是这尾龙的年纪、层次，伊的站处伫倒位啊。是。老师我看出来，所以咱今仔日这个位阶较悬吼，咱是五料的。是，真好，你有看到，有回劲啦吼。回劲，真好。场地关系吼，我今日就大家先，互大家知影讲，这重点是安尼摆出来。我较平淡，所以用这个为这个圆啦吼。这龙珠来讲，这顶端这代表火焰啊。火焰。这是火焰。这是火焰。伊喙吐出来就是火焰，大火啊，中有甘珠安尼。伊这火来讲，就是有代表光明清净的意思。是。所以伊会用火来代表这个龙珠弹出来以后，已经结着一个龙珠，互这会当照遍这树峰地上足光明安尼。是，安尼都完成了。这就是龙珠的形态。所以讲哈，不管是这个稻啊啦，或者是土地哈，其实跟咱平常时的生活拢有真深的关联啦。今仔日呢，咱伫遮嘛，透过咱黄老师来甲咱介绍咱嘛熟悉来讲这个稻米啦，下无同款的面貌甲伊的用途。更加重要的呢，是咧提醒大家一定要对咱的土地甲咱所有的这个一石一鸟拢一定要时常保持一个尊敬、感恩的心，敬天爱地这互相尊重、互相尊敬，这是有影咱现代人所欠缺的，嘛是需要去尊重甲注重的部分。咱今日非常感谢咱黄老师来到现场，感谢。报道歌顶用台湾俗语甲乡亲来博感情，后礼拜唔通袂记暗时收看咱报道歌顶。